由美藝軒主辦美藝軒粵韻會之音2025現在開始，有請美藝軒大樂隊為各位演奏序幕開場曲《粵韻鏗鏘》。有請今晚大會司儀鄺華基先生。各位來賓，咁多位劇曲界嘅好朋友前輩，歡迎各位今日光臨列治文山演藝中心，欣賞由美藝軒主辦嘅美藝軒粵韻會之音2025嘅精彩演出。本人謹代表美藝軒歐美廉社長以及全體同仁呢，對各位嘅支持同埋擁護呢，係致以衷心嘅謝意㗎。另一方面呢，有代表我哋多倫多廣大嘅粵劇戲迷歌迷呢，熱烈歡迎遠道而嚟參與演出嘅特邀嘉賓名伶楊海帆先生再度光臨多倫多參與演出，令晚會呢係生色不少㗎。好多謝帆哥。嗱，剛才各位聽到咁鏗鏘嘅一首嘅開場曲都知道美藝軒大樂隊咧陣容係非常之鼎盛嘅。咁我趁呢個機會咧，介紹今晚為我哋落力拍和嘅音樂名家俾各位認識。咁首先咧由音樂組先，由第二排啦，第一位嘅係負責喉管嘅余鴻健師傅。第二位要拍大力掌聲嘅噃就係美藝軒嘅社長歐美廉師傅。另外喺隔離嘅係負責中胡嘅卜利全師傅。另外今晚幫我哋玩中胡，亦都幫我哋咧係演唱嘅董恩師傅。另外有邵東師傅。負責電子琴嘅有黎大江師傅。跟住我前排最右手邊嘅係負責配大提琴嘅余國儀師傅，大提琴嘅黃少琪師傅，琵琶嘅郭雪影師傅，古箏嘅黃艷師傅，揚琴嘅黃玉儀師傅。我嘅大會統籌嘅今晚嘅音樂領導李宗強師傅。擊樂方面，我哋好多謝有楊紅師傅，客席嘅擊樂領導宋耀基師傅，
我哋今晚嘅獎板機構領導係阮國璇師傅。